因為電腦及 AI 科技嘅介入，而家嘅股票市場速度及波動越嚟越快，憑感覺同埋經驗去決定買賣，勝率已經變得越嚟越低，同埋唔穩定。嚟緊我會同你介紹一套高勝率嘅交易系統，透過 rule-based 嘅系統發交易去增加勝算同埋控制風險。我用咗過去25年喺投資市場嘅經驗，同埋超過7萬小時嘅睇圖時間，去建設咗呢一套用喺 TradingView 上面嘅系統。版面分為4部分，第一部分係自定義信號監察器，亦都係系統裏面核心嘅工具。第二部分就係核心交易信號，非常容易明白，箭嘴向上代表買入信號，箭嘴向下代表賣出信號。第三部分就係市場寬度指標，可以實時咁決定當刻市場嘅動量同埋市場方向。第四部分就係相關股票嘅基本面資料作為參考。喺自定義信號監察器裏面，可以按用家嘅喜好輸入唔同想監測嘅股票，每一個 indicator 可以監察38隻股票，好似圖中咁樣。我用咗2個 indicator 去監測我經常睇開嘅78隻股票。你亦都可以設定將最近幾日，例如2日或者3日嘅信號用顏色標示，紅色睇淡，綠色代表睇好，而超過呢個日數嘅信號就會變成灰色，容易識別。每一個信號都已經列出相關嘅入場、自定義止蝕位以及自定義短期目標價。我係喺2025年3月30號做呢個視頻。我哋就用一個過去咗嘅交易信號作為說明 JC 系統點樣運作。睇返3月12號，港股招商銀行出現咗一個買入信號、入場止蝕位以及短期建議目標價都已經羅列出嚟。睇返左手邊嘅陰陽燭圖，圖中藍色向上三角形就係標示咗呢一個買入信號。招商銀行喺幾日之後出現咗一個唔錯嘅向上走勢，高位50.7，亦都接近預設嘅目標。由買入計起，升幅都有6.2%，算係一個唔錯嘅交易。呢一個信號並非最完美，原因係港股嘅市寬當時已經出現向下行嘅趨勢，預示咗港股已經有機會轉弱勢，所以當市寬跌穿佢嘅平均線，我哋係會選擇對所有買入信號視不見，甚至乎會對現有嘅持倉減磅。招商銀行出現信號嗰刻屬於窄界邊緣，屬於可以做嘅邊緣，結果唔係最好，但係都已經唔錯。喺自定義信號監察器裏面，用家係可以自己設定風險同回報嘅比例，從而自己決定止蝕位以及短期目標價。作為總結，當市寬處於平均線上面，例如圖中黃色箭嘴嘅時間，我哋可以執行出現嘅買入信號；相反，當市寬處於平均線下面，我哋就唔應該執行任何買入信號，考慮減磅，甚至執行出現嘅沽出信號。呢個系統係可以用喺港股同埋美股上面，你可以將全版嘅自定義信號監察器輸入成美股編號。當你喺 TradingView 輸入美股時，下邊嘅市寬指標就會變成適用於美股。今日同大家講住咁多先。如果你喜歡呢段短片嘅內容，請你 subscribe 同埋 like，並且歡迎嚟到我嘅 Patreon 睇下有咩工具可以啱你。